咁大個女我未見過咁多浮屍嘅相，死屍係一路鋪到過間廟啊！我係有驚恐症啊，嚴重嗰陣時候咧，突然間唞唔到氣啦，喊到癲啦咁樣，跟住就好 exhausted 噶啦。現年54歲 TVB 實力視后江美儀，不嬲個性率直，俾人一種硬朗女強人嘅印象。不過最近喺受訪嘅時候就驚爆，原來佢患上情緒病已經長達20年，更加坦言因為受情傷打擊，曾經患上嚴重抑鬱症，後邊漸漸演變成驚恐症。由於病情嘅影響，導致佢對聲音特別敏感，每當去到人多嘅地方就會病發，令到佢頭暈、心跳加速，甚至呼吸困難。佢形容比死更難受。2004年南亞大海嘯災難導致超過20萬人喪生，當時江美儀帶病到泰國為亞視拍劇，結果因為親眼目睹災後屍橫遍野嘅畫面，受到嚴重衝擊，導致情緒病發作，每晚噩夢連連，精神一蹶不振。即使相隔多年再重提呢段經歷，佢仍然感到心有餘悸。飽受情緒病嘅折磨，又經歷離婚，江美儀選擇歸依佛門。原本佢諗住一直堅持食齋，但由於更年期身體肌肉蛋白質流失嚴重，導致佢一度暴瘦，身體幾乎崩潰。無奈之下，為咗恢復健康，佢唯有決定再食返肉。江美儀表示，情緒病絕對唔可以輕視，旁人永遠都冇可能體會到當事人嘅感受，甚至唔可以理解。所以佢都呼籲大家一定要重視情緒問題，多啲關心自己同屋企人嘅心理健康，千祈唔好掉以輕心。